去看它，咱来家知影，咱头有咱的心，咱伫道场办迄做相关的角色，是继续咱拢是同心，以自净其心，不一定爱做啊，咱不一定爱做一个好烟管啊，做一个大角色。 咱人咧修当中咧，咱就让互相祝福赞叹，咱的心若祝，咱的心逐工去讲咱长长短短，咱不但袂心到，咱就会坠落去，咱来不加啊！是咱拢常对敬生一点啊，伫咧讲咱长长短短啊，咱都是靠边啦。哦，咱唔知个。 做改个属于赞哦，这个我用咱这哦，咱拢是来改定的呢。你来看过寒山加熟德哈，寒山熟德的故事就知影。你看那寒山加熟德的个人好像咱阿姆班啦，哦，按哥啦，伊咧是菩萨是这世间啊，咧感接品的，迄是真人不可想的，所以有几个知影，所以咱千人啊，先看家己，啊，咱人看别人，哦，伊先阮来靠咱家己重要咱内心的世界，对别人好，咱的心若参到属于咱的心，按咱的魔位地位就咱的心若愈开发，心连口口开呀，面面数出来。 问题就是讲啊，这就来靠家己的心境的提升，这不是有讲，就是咱咧，你家己含糊咱的心，逐工注意咱的念头的起伏，是不是会受到影响，还是袂受到影响？啊，这反复做这种的修持方法。 就是讲，今仔日咱来透用，吼，伫咱日常生活之中，就是好修行啊。因为世界是一个足好的修炼场所，咱今仔来是这个人间，咱也这个生活的话题，实际上丰富世间。 世间本来是两边的思想，他两个的世间，因咱注意一切上生的心，使咱造这世间性的长短甲空间的大小。咱若暗时有中间世间里头，
对。